保羅達提摩太後書第1章。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穌裏生命的應許，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，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，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於你。我感謝神，就是我接續祖先，用清潔的良心所侍奉的神。祈禱的時候，不住的想念你，紀念你的眼淚，晝夜切切的想要見你，好叫我滿心快樂。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，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爾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裏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。為此，我提醒你，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，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，乃是剛強、仁愛、謹守的心。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，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，總要按神的能力，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。神救了我們，以聖召召我們，不是按我們的行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裏賜給我們的，但如今藉着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，才表明出來了。他已經把死廢去，藉着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。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，作使徒，作師傅。為這緣故，我也受這些苦難。然而我不以為恥，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，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着。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，牢牢的守着。凡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我，這是你知道的。其中有腓吉路和黑摩其尼。願主憐憫阿尼色弗一家的人，因他屢次使我暢快，不以我的鎖鏈為恥，反倒在羅馬的時候殷勤的找我，並且找着了。願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憐憫。他在以弗所怎樣多多的服侍我，是你明明知道的。第2章。我兒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。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，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難，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。凡在軍中當兵的，不將世務纏身，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。人若在場上比武，非按規矩，就不能得冠冕。勞力的農夫，你當先得糧食。我所說的話，你要思想，因為凡事主必給你聰明。你要紀念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，他從死裏復活，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。我為這福音受苦難，甚至被捆綁，像犯人一樣。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，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，叫他們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。有可信的話說，我們若與基督同死，也必與他同活；我們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
我們若不認他，他也必不認我們。我們縱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為他不能背負自己。你要使眾人回想這些事，在主面前囑咐他們，不可為言語爭辯，這是沒有益處的，只能敗壞聽見的人。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，作無愧的工人，按着正義分解真理的道。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，因為這等人必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他們的話如同毒瘡，越爛越大。其中有許米乃和腓利圖，他們偏離了真道，說復活的事已過，就敗壞好些人的信心。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這印記說，主認識誰是他的人，又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。在大戶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銀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為貴重的，有作為卑賤的。人若自潔，脫離卑賤的事，就必作貴重的器皿，成為聖潔，合乎主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、信德、仁愛、和平。唯有那愚拙無學問的辯論，總要棄絕，因為知道這等事是起爭競的。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競，只要溫溫和和的待眾人，善於教導，全心忍耐，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人，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，可以醒悟，脫離他的網羅。第3章。你該知道，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，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，貪愛錢財，自誇，狂傲，謗讟，違背父母，忘恩負義，心不聖潔，無親情，不解怨，好說讒言，不能自約，性情兇暴，不愛良善，賣主賣友，任意妄為，自高自大，愛宴樂，不愛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。這等人你要躲開。那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的，正是這等人。這些婦女擔負罪惡，被各樣的私欲引誘，常常學習，終久不能明白真道。從前雅尼和楊比怎樣敵擋摩西，這等人也怎樣敵擋真道。他們的心地壞了，在真道上是可廢棄的。然而他們不能再這樣敵擋，因為他們的愚昧必在眾人面前顯露出來，像那義人一樣。但你已經服從了我的教訓、品行、志向、信心、寬容、愛心、忍耐，以及我在安提亞、以哥念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、苦難。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，但從這一切苦難中，主都把我救出來了。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只是作惡的和迷惑人的，必越久越惡。他欺哄人，也被人欺哄。但你所學習的，所確信的，要存在心裏，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，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。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，
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於教訓、督責、使人歸正、教導人學義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第4章。我在神面前，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，憑着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，囑咐你，務要傳道，無論得時不得時，總要專心，並用百般的忍耐、各樣的教訓，責備人、警戒人、勸勉人，因為時候要到，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，耳朵發癢，就隨從自己的情慾，增添好些師傅，並且掩耳不聽真道，偏向荒謬的言語。你卻要凡事謹慎，忍受苦難，作傳道的功夫，盡你的職分。我現在被澆奠，我離世的時候到了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。從此以後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。不但賜給我，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。你要趕緊的到我這裏來，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，就離棄我，往帖撒羅尼迦去了。革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塔馬太去，獨有路加在我這裏。你來的時候，要把馬可帶來，因為他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益處。我已經打發推基古往以弗所去。我在特羅亞留於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來的時候可以帶來。那些書也要帶來，更要緊的是那些皮卷。銅匠亞歷山大多多的害我，主必照他所行的報應他。你也要防備他，因為他極力敵擋了我們的話。我初次申訴，沒有人前來幫助，竟都離棄我。但願這罪不歸於他們，唯有主站在我旁邊，加給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盡都傳明，叫外邦人都聽見。我也從獅子口裏被救出來。主必救我脫離諸般的兇惡，也必救我進他的天國。願榮耀歸給他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問百基拉、亞居拉和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安。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，特羅菲摩病了，我就留他在米利都。你要趕緊在冬天以前到我這裏來。有布羅、布田、利奴、格魯底亞和眾弟兄都問你安。願主與你的靈同在，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。